魏老师你好，这边是乳腺外科。我们有一个44岁的一个乳腺。我走了，不行，来不及了，今天下去手术了。03吗？走，黄一凡下去手术。他们非得教我是吧？好，这个和这个都要拿给他看。外科的 B 座4楼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黄一凡怎么还没来？办不完，根本办不完。这平时应该都是黄一凡做的活啊。OK， 好。周组日间的出院记录拿给你看，然后你这边要签个字。哎，人呢？我每次找人都找不着。OK， 走吧。今天一口气都没喘过。有点痛是吧？31的夹子在哪里啊？夹进去。人会缝伤口。手可以拆呀。手术以后，等会找你签字。一个上午都没来上手术，黄一凡他到底在干嘛？终于搞完，可以休息了。这黄一凡真的是，唉，人去哪了？唉，其实我今天在手术室是比较生气的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管的病人，他没有进手术室，那他的工作没有做到位。你有同伴呀，你有同组的医生啊，那你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整理出来哪些你需要马上尽快去补足的，哪些病人的一些处理是不到位的？你可以交给你的同伴，跟他讲一下，你说我今天有手术，你赶快下来手术啊，因为病人是最大的呀，你不上手术，你这反而去处理其他的病人了，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了。我中午直接上了病房，他没在病房，这一点我也有点生气。黄一凡到底跑哪去了？我说你又没来上手术，那你既然没有来上手术的话，那我就默认你应该是病房很忙，对吧？你脱不开身。但是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在休息，他在休息室。我做完手术，我饭都没吃，我上来，我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结果你去休息去了。